放暑假對學生嚟講係一件快樂嘅事情，但係喺學習資源相對缺乏，而且人口嚴重外流嘅偏鄉，學校停課亦都意味孩子失去唯一嘅學習場所。尤其弱勢家庭，孩子嘅暑假學習同照顧，經常都冇辦法從學校回歸到家庭。暑假期間，屏東響潭國小仲係一早就傳出上堂聲，用剪紙代替正務。呢一日老師要教學生認識面積，呢個係屏東響潭國小嘅暑假課程。學生先至放假2個禮拜，就又返到校園上堂。響潭國小係偏鄉小校，全校學生唔到60個人。暑假將1到3年級同4到6年級組成2個班混合教學，比起一般課程更加好似喺度玩遊戲。響潭國小嘅學生嚟自附近3個村莊，暑假唔停課，除咗希望增加學習時數，更重要嘅係唔俾孩子嘅生活照顧因為暑假而中斷。過去學校揾嚟大專營隊嚟陪孩子，但係漫長嘅暑假，營隊能夠填補嘅日數遠遠不足。今年教育部試辦樂學計劃，包括響潭國小，全國有80個偏鄉班級都攞到8萬蚊嘅經費，可以喺暑假多上1個月，但係全國少於50人嘅國中小學有450所，少於100人嘅偏鄉學校有1000所以上，仲有更多學校必須揾到資金，先至能夠令到更多孩子安心過暑假。